回900美金。那我去蒙古准备什么东西呢？ Most importantly, Samano namak ihtimal gidik. Samano. Good. 谁呀？小琪，你好啊！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琪？我不只知道你的名字，还知道你的身高、体重。跟我念一遍：Samano。Samano。Namak 小琪 gidik。Namak 小琪 gidik。Bibo telefon。Bibo telefon。哎，这难道是蒙语吗？你难道是？没错，我就是那个мэдгүй мэдлэгтэй болгогч, хэлгүй хэлдэг болгогч Emma Gottchen Banagage。你是我的夜晚女神啊 ！Samano。Namak 小琪 gidik。Namak 小琪 gidik。Bibo telefon。Bibo telefon。你是特地来教我蒙语的吗？真的太谢谢你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免礼，平生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竟然看得到女神，难不成我穿越到蒙古了？小说里面，当女主穿越的时候，就突然听得懂蒙古语，又会说蒙古语。我还可以遇到霸道总裁，难不成是上天派我来拯救蒙古国，顺便取代女神的位置？女神呢？我起来了。哎，你想对我做什么呢？你真的，女神，我起来了的，我也不想对你做这样的，但是这个是我的使命，是我作为女子的使命。